枪，紧开枪啊！王妹，连你也去互回收去。 因为我无想要搁做一刀集团的一只狗。你退后！好啊啦，免想要做无必要的反抗。我的人早就将这件厝围起来啊！即马你可比是人中鸟，就是插翅也难飞嘛。所以我苦劝你，还是赶紧把真正的密码交出来。 我安尼看会约看阿姨进行对我袂歹的面子上，莫互恁遮尔痛苦啦。恁无迄个资格通我骗啦！哦，你的喙还阁真硬啊！阿良，是。大社长，赶紧把真正的密码讲出来。无啥物通我讲的。 真正有够固执。好，不要紧，我自然有办法叫你讲出来。阿良，伊无我囝，我就想互你，你想要安怎就安怎。多谢头家。村长，中医，你就是安尼报答我对你的温情。是咧，卡嫂。 你对我的温情，我只有后世人才来甲你报答。你这款忘恩负义的人，我肚子，我想起来啊，真有可能是他咯。我会记有一摆我肚上啉酒醉。 多少？多少？有较好无？已经好真多啊。我来了。所以，我才有机会甲光铁调包。这个故事编了袂歹，啊，不过我无可能去互恁骗去。我真正无骗你，这块光碟内底有新丰做银行的口座号码，只要有密码，就会当调动内底的资金，嘛会使利用电脑来变更密码。啊，不过号码若变过，这张光碟就无路用啊。你即摆意思是讲，我手头这片光碟是废物啦？好，我暂时将你寄入去遮，我会去找恁天生差劲。你若是敢骗我，就唔通怪我对恁无情。容易，你甲因三个去熟悉，因三个就交互你看看。也毋过，千万唔通出任何的差错，除非用你家己性命交换因三个。疫苗。对，乖乖当家。我就唔相信，你真是会对我开枪。我骗你走，你若要想要开枪，就开枪啊！
笑，我讲话算话，莫用头毛刺火，我无迄个耐性。为什么我上紧来个人我反过我？为什么啊？他真的变个安尼啊！大面前，这是水，我要滴的是酒甲药啊！摕来，去摕来！好啦，张老爸啊，若要爽快吼，等一下啦吼。今晚阮头家社长来看你啊。金苗，是你。哎，张老爸，想当初你对日本来的时阵，是遐尔摇摆，遐尔样，行路拢有风嘞。毋过即摆看你遮尔落魄，我真正替你感觉艰苦。金苗，你唔通阁做唔着代志啊！因为你害死家己的亲生老爸，臭名万世。臭名万世，你嘛知影，你已经甲我害到臭名万世。你即摆后悔敢会？林天生，你若是想要补偿你的罪业，你就乖乖啊，将正确的密码讲出来。什么密码？就是迄组现咧开成风组口座的密码。你咧讲啥？我唔知啦。张老爸，啊你是以我爸伤多，头脑无清楚，还是酒啉无够，讲袂出来？假使哦，你心情无好，讲袂出来，不要紧，我会当甲你斗相共。假使你甲阮头家要爱迄组密码讲出来，一支就是你的了。林天生，假使你知影你的丈人、你的太太，还有你的查某囝，已经互掠起来，你的态度，敢也会真爱见你？金万山，我咧警告，你若敢伤害因，做鬼嘛袂帮你煞。是生是死，也要看你家己的表现。伊老头咯，你的丈人妈讲，迄个密码已经去互你偷偷改过啊，敢是真实的？无唔对，遐密码已经互我改过。紧来，紧将正确的密码讲出来。你也笑会出来？金万山，即摆我人去互恁掠着，要台面挂油菜去，想要伫密码，后死人啦！好，这是你家己吹的，我要互你知影，什么叫做生不如死。金勇，当手。明姐，这交互你来处理，我无想要弄垃圾我的手。好啦，不要紧啦，歹人拢交我来治。张老爸，真实的，我嘛无想要对你下手。也毋过吼，这边嘛是我的丈人爸，而且甲境外搁较亲，我也要中啊，真正做歹做人，你知影？切，你免多加好水啦，想要哪领着我有彩礼，我袂惊啦。这是你家己讲的哦，那呢我就无客气。张老爸，较啉啦。哦，张老爸，你去我拍到安尼哦，连爱都袂爱哦。莫阁紧啊！我看你的面色哦，敢若无啥爽快呢。你敢亲像发烧啊呢？会睡觉？欧阳，水赶来。
杨爸，啉遮水。皮小眼。小麦，阿老爸，哎，啊，相机你有杀出来无？当然嘛有啊！你交代代志，我来敢袂记。哦，这，多谢你。你讲翕着，你想咧？无可能。哎，这怎么用的呢？哎，七哥，你啊，是咪？医生嘅体力安排好袂错，明仔载透早，你就当准备活动。对啦，七哥，你看，这风景足水的呢。咱翕相留作纪念有无？翕相。我甲阿老爸做伙翕，敢翕得无？知你讲的什么话啊？我甲你翕暗唔到，来，我你翕，啊你两个，来，你这样就可以。我这背景哦足水的，来，好，坐好哈。来，我要翕啊！西瓜甜不甜？甜。OK，Thank you。来，啊，哦，你来，搞你来，来，阿杜爸，我你什么关系？等姐姐给你翕吧。大声猜对啊！我家那就对啦。紧的再来搞翕无？好啦，来七哥出去，西瓜甜不甜？七哥，你讲我一个拍红不烂的 pose 好不好？来啊！我的目睭，我要看无啊！是咪？好未？好，再来一张啊！七哥。你知影无？我敢若会当有一个办法，甲咱两人上好、上水的回忆留落来。因为搁过无偌久，我可能连这点回忆我嘛看袂到啊！是咪？你是安怎？咱还阁无爽快是？无啦。宁愿是我做你的地，阮在起。是咪？你是安怎？咱还阁无爽快是？无啦，只是感觉有一点仔忝尔。咱等来休困，带过去吧。哎呀，这个小等下啦。咱明仔载就要离开车，唔知什么时阵车通过来，我想要去坐一个，看一下风景。好，咱去坐车。哎，你两真无意思呢。啊，你两个都啊翕煞，啊都啊放的哦。你无要甲我翕哦，我家己翕。西瓜甜不甜？你袂烦恼，你袂有代志。
我真是真幸福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让这个幸福延续落去。我会伫你身躯里陪你一世。志强，不是我无想要甲你做伙，你敢知影我希望会当永远留在你的身躯边？啊，不过我嘛知影，我就是要看无，就算开刀，我嘛无一定会好起。我留落来，对你毋但无帮助，颠倒会加重你的负担。即马是你开创事业关键时刻，我不应遐尔自私，互你为着我来耽误着前途。志强，志强，这是买车来啊啦。志强啊，我先买呢。可能去便所了，我来找看。志强，你的杯。
谢你，让我知影幸福是啥物滋味。就算是死，我想我嘛无遗憾啊。志强，原谅我甲你讲一声，就点点来离开。因为我希望我留予你最后的印象，是一个健康、快乐的心爱，不是一个有病的痴迷。无论我伫倒位，我拢会记得你伫球场的光彩。你会记哦，在天边海角，永远有一个人在挂念你，为你祝福。永远爱你的心爱。心爱，你现在这么讲，我想我了解伊的想法啦。心爱就是因为伤过爱你啊，所以无想要拖秘密。我要当我心爱就咱离开我。顶一遍我无互你走，这遍我嘛袂互你走。就算讲你目睭看无啊，我也要照顾你一世人。你想要创啥？我要倒地，互阮真正咧嘛，敢袂用的？倒地，你去啦！你每一个免享受离开这啦。但是讲哦，恁现在足好运的啦。这个密码真正去用林天星解开。既然跟阮无关系，是毋是恁放阮走？小可阿姨啊，你想过天真啊啦！我真无简单，才甲恁留伫遮。我哪有可能这尔简单就放恁走？伫个林天生还未讲出真正密码正前，恁就是我的王牌。阮都曾即摆人伫倒位，你该安怎？你讲的，正前伊甲我吊起来拍，我即马就一行一行去。你哪会当安尼？伊是你的亲生老爸呢？亲生老爸安怎？你是空金的啦！我甲金华是土库的啦，凊彩你甲我糟蹋，话来就来，话走就走。啊，不过即马，伊已经无法度保护你。到底想要安怎？龙姨，安怎做你应该知影哦。恁拢是同款的，拢是无悔无袂使的禽兽。你想我莫用这个口气甲我讲话啦！自即马开始，恁全部爱听我的命令啦。任何人都袂当命令阮啦，我甘愿死，也袂用互你这款卑骨的小囝侮辱。真有气魄！你若是想要死，我绝对会成全你。啊，不过你死了后，你就无法度保护你的查某囝甲查某孙。容易啊！你毋是真介意试药，我即马就甲试药送你。任何代志拢对我来就好。我是敬老尊贤，当然头一个对付人就是你。我会记得伊讲，你叫我救助好中，我即马话你啊，来，甲我跪落来。我这双脚跪天跪地跪爸母，绝对无跪你这款小人。敢真正是安尼？
嗯。我多少次想，看袂出你老公老，搁真有骨气，我着看你骨头唔好呢，容易。好痛准做这双脚，互你站长去，我同款袂甲你跪啦！真有气魄啦，中意。拜托你卖个塔，我拜托你啊！救命！我拜托你卖个塔啦！替我的乌土上跪，拜托你卖个这么一个老大人啊！有可袂用的，靠自己的。救命！我拜托你，卖个这么阮自家好无？我着唔相信，我无着互恁过啦！中医，你真正认真，我有哪来受不了？我已经讲过啊，我敢若听社长的命令。你这出事，我真后悔，当初无应该救你。到底要跪还是无跪？会用的死，袂用的跪。敢讲你要目睭轻轻，看你查某孙死伫你面头前上。是这样。这若是天的安排，我原来笑笑啊啦。你规日1000家拍死。社长，即马我要要一心求死，就算讲你真正甲拍死，你嘛得袂到你要治的秘密号码。我讲，咱今仔日暂时放伊煞，咱搁另外想办法啦。社长，我是自细汉对我无大汉，伊的个性我真了解，伊样是强都唔强的，只该听我的。好啦，头嘛忝啊，着暂时互恁休困者。恁若是要好好过日，着学中医，学中医安怎做一个奴才啊？你这个无良心的人，你赶紧讲东西啊！你做你的做给我，我就会做着你啊！我多伤。是个嘛？客户5点外钟才会来呢，啊，你爸甲饭煮好啊啦，先吃去落山。我刚才想着心爱，即摆唔知走去倒位，过得袂放心。这个时阵，一定真需要人来照顾陪伴。你食就好，我先来去。老爸，好我照顾。你放心啦。这个，无论安怎，你都一定爱找着心爱。我伫烦恼伊的目睭，若完全看无的时阵，是要安怎？啊，一个人无依无我，啊，日子要安怎过？心爱对我付出遐尼济，我拢唔知通好珍惜。这边，就算我行遍天边海角，我嘛要找到伊。我会永远保护伊，照顾伊。真希望心爱能听到你所讲的这个话啦。谈什么会有无？这个，你紧去。我先来去。做饭菜我爱记照顾家己啊。这个，你看这里哦。我看一遍吼，这个总算会当完全甲金瓜放下，全心全意去接受心爱。偏偏啊天公伯啊，就是这么爱创治啦。
有心嘛去得到这款病。我即摆只希望志强会当赶紧甲心爱找着，心爱嘛当赶紧甲病医疗好好，互因有精神啦，会当安安稳稳过日子，莫阁有任何的遗憾啊。哈喽爸，我即摆才体会着，人只要当过平淡的日子，嘛是一种幸福。家凤啊。 金苗，是安怎正确的号码到这久也未摕到？是毋是你对林天生软心吗？敢需要我家己去处理？爸，你做你放心，你交代我的代志，我一定会处理好势。我着等你的好消息。不过，唔通花等伤久。我知影。金苗，软心会互人欺负，只干有够强的人才有法度生存。爱按怎做，做你去做。你的任何中途受害者，唔那是你，也佮包括我。杨哥，我是绝对无容忍即天会出现。若是有需要，所有的敌人拢爱死。我了解。安尼真好。金苗，我所失去的一切，一项一项，我拢加倍讨回来啊。也毋过，也有一项，我这世人的最爱，马上要转来我的身躯边啊。爸，你是讲你妈妈？即马总算是苦尽甘来，是咱规家口啊团圆的时阵啊。爸，你知影妈妈伫咧什么所在？所在，这往钱就买会着。安尼我去接伊。免，我去食就好啊。你甲你妈妈发生遐尔侪冲突的代志，若是你去接，万一伊无愿意回来是会安怎？我的看手真紧就要甲我团圆。永远是我做永远一定会同阮在一起。人若是会当放下一切，就算讲是食饭搅盐，嘛会感觉真幸福。真希望日子就当安尼永远过落去。结婚。结婚。即马广播集团已经转来我的手头啊，我来带你转去。好啊啦，这会免治啊啦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安尼变做另外一个人啊？想袂到吼，大家拢知影，大丈夫能伸能屈。我若是无甲家己放较落软咧，免有机会伫暗中运作，准备这最后的反击。我不过是
人人所不能忍的代志，安尼尔。我是在想，你到底是安怎做到的？行啦，我伫路里才甲你讲啦，好。阿伯，迄无共款呢。我是来接玉芬回去的，多谢你家己照顾。对啦，对啦。我有看唔到啊！啊，阮才来山顶无几工，阿伯安尼雄雄变另外一个人啊！你毋是一直想要知影，我若雄雄去变一个人，即马我带你去见一个老朋友，你就完全明白。太香。你免着惊，人生就是安尼，每一天有人生，有人死，有人咧庆祝成功，享受功成名就、胜利的滋味，也有人步落去失败的万底深坑，痛苦哀嚎。看互相势，就是这个人，伊拆散咱幸福的家庭，害死咱的查某囝，又搁造成你甲金庸母仔囝小残的悲剧。我不断甲家己讲，我爱忍耐，一定爱忍耐。我逐工咧想，有一天我重新起来的时阵，我是要安怎来折磨伊、侮辱伊、折磨这个抢夺我的家后、害死我查某囝的人？我就是用这个想法来鼓励我家己，我家己好好活落来。就是因为伊。我感觉我好亲像对地狱转来讲，我这个恶魔，即马要互伊知影，什么叫做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你别靠近，有混，不准你退了马赛。今摆你天生比一只狗更加不如，你免还有依靠，你应该欢喜才对。玉芬，我替金家报仇，替你出气，也要叫伊为咱死去的金元付出代价。有啊。金花有啊，你个看嘛咧，这就是当初时，遐尔唱秋，遐尔摇摆人天性啊！世间的代志真正互人料想袂到啊！你好听，我跟你讲，不是你
退靠，你是咧动情意思啊！我绝对免让阮外找人是我头，来大波人，不准你靠！马三爷，你放手我出定啊！对不起啊，我只是为了这相信我头，有拜大波人。你讲，你无？你讲你无啊？我就知影，是我误会你啊。玉芬，我要哪样怕你咧？我真该死，我要哪样怕你咧？会听袂下，会听袂下。玉芬，我就知影，你反背我去挖苦林天生，是不得已的。是讲明情咧威胁你，你真正爱的是我，你爱的是我。马三是安怎会变甲安尼？伊正是亲像伊家己所讲的，化身为恶魔，或者是本身本来就是一个魔鬼。宁愿错做。一定会风云再起。玉芬，你放心，我会保护你。你平生我都来跳伞人啊！来，你对面的面先讲。讲你爱我，讲你爱我，不准你看伊。讲你爱我，讲嘛！我爱你。林天生，拿伫你面顶这个伤痕。我加倍个讨回来。咱来等，咱来等。酒，我有啊，我有啊，我有啊，我。阿弟。欢迎胡林。玉芬，重新转来一间厝，有欢喜无？来。玉芬，你看，这是我专工为你拣的礼物，你看卖咧，有介意无？你看卖咧，这条酸椒的破链，甲你实在真适配哦。来，我替你挂。我看卖咧，哇，真水，真好看。反正啊，只是无需要开遐尔济钱去买这个珠宝来好我。玉芬，我是苦袂得去买天顶的天星来送你。即马你的身份无同款啦，是我最后的胜利者，
金满山的太太，应该爱享受世界上上好、上赞的一切。报告头家，小姐有来看夫人啊。你的后生来看你。妈，欢迎你回来。这是我为你专工准备的蓝宝石手指，庆祝咱合家团圆，希望你会当介意。对啊，你无要紧，真久无斗阵开讲啦，安尼时我就无搅扰你啦，啊。你去陪人。Winner takes all， 我即马总算会当体会啊，什么叫做 winner takes all？ 做最后心理价值已经也足好，这一切拢是爸爸予我的。妈，你讲是倒一个老爸予你的？这生命的滋味，是摕你亲生老爸、亲生老爸换来，这种滋味敢真正有遐尔好？是神对不起我的。我提较心安理得。你搁甲我讲，妈妈，这是一面上好的镜子，互你看。属于你的，本来就是留袂掉的物件。你所讲的生活，到底是用什么话？金阳，你家己也摸心肝，详细想看卖咧。我的爸爸，甲我亲生老爸所得到的一切。我这亲生后生接受落来，是倒位唔对？问题是万山所得到的一切是安怎来？你有想过无？万山当忍受遐尔侪委屈甲侮辱，我是踮咧反甲你亲生。我实在是想，万山即马心境也变甲遐尔重。万一你只是万山的一粒棋子。棋行煞了后，棋子都无利用的价值啊！袂啦妈，爸爸用心计较，完全设计，是一个有智慧人才做会出来，我非常佩服伊。即马变甲伤过阴天啊！莫讲是你，就连我嘛唔知影伊心肝头到底是在想啥物。金阳啊！千万唔通互权势，也阁有金钱暗藏着你的目睭。妈，我知影你所做的一切拢是为较好，不过你想者，你看，爸爸为着你，把这个厝阁买转来，而且伊阁甲伊的事业完全交我来掌管，伊所做一切是为着你甲我好嘛？唔对，你完全想唔对。我是倒位唔对？万山所做一切，唔是为着你，嘛唔是为着我，拢是为着伊家己。金阳，妈妈即马所讲每一句，你一定要记在心肝头。还阁有，权势甲金钱，虽然会当夺取，嘛真容易就失去啊。天甲把握的。是任何人都无法度夺走，值得你一世人去拥有的物件。你讲的是啥物？真情，只有真情，才值得你一世人去拥有，而且是任何人、任何力量拢无法去夺取。你在想啥？我在想心爱。足奇怪，我哪会遐享受到伊？即马病情搁加重，即马嘛来跟你家出走。哪会安尼呢？毋是彭志强在照顾伊？志强确实有尽心尽力的照顾伊，也毋过是伊家己选择要离家出走。唔对，这是彭志强的责任。伊正经无甲金马照顾好。今摆阁无法度照顾心爱，伊真足该死啊！金阳，唔通
通一出代志，你就知影怪别人啊尔。心爱目睭有失明的危险，连医生都唔敢讲，在开刀了后，伊会当完全好转。心爱离开出早，是无想要拖累任何人。妈，你敢知影？这是因为彭志强伊无能力，互心爱安全感，互伊上好的治疗。啊，不过我无够，我有能力，我有钱，我一定会找到心爱，互伊上好的一切。你等咧看，心爱最后一定会回来我的身躯边。心爱竟然无返来病院复诊，感觉伊对家己的病已经放弃啊。喂，阿伯啊，你即摆要去我？你保证原本大移动白种？啊，唔免啦，我家己过就好，免派人来接我。阿哥呀，阿牛，本钱来哦。本钱。阮头家哦，金钱甲金夫人哦，连伊就来啊，你也先请坐。志强，欢迎你来看老朋友。阿伯，啊，我要甲你说多谢，多谢你照顾玉芬。阿伯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好参就啥物拢唔知影。你先坐啦，我会互你明白，你顺便知影一切。坐。林真啊，你毋是讲你家己真有本事，做代志真有效率，是安怎到今嘛还未找到心爱？我甲心爱当做家己的小妹同款。社长，你着急，我嘛真急啊。也毋过吼，请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全力甲心爱找着，甲人交到你的手头。安尼上好啦。你若是互我失望，我就互你去陪金我啦。爸，你找我？啥？我会去拜兄弟来看我。你是讲彭志强啥？宁愿是我做的你的地图，今个黄昏再起。有够精彩吼！我相信林天生，一直到即马也毋敢相信伊家己有今日。志强，过去我落魄时阵，只干那你诚心诚意不求回报，伸手甲我斗相共。即马我想表示，我一点仔意思。这个钱我相信你唔来当经济，也会做你的创业基金。另外，你一直想要完成的3级棒球训练营，我嘛会全力支持你。
多谢你的好意，我袂用接受。我希望会当靠我家己的力量，重新振作起来，完成我的棒球理想。志强，你就是这个个性。不好啦，无安尼生啦，我收你做我的客囝。你接受客别帮助，安尼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代志，啊。多谢你的好意，我无可能做你的客囝。你拒绝做我的客囝，就是讲我无够资格做你的客爸咯。人各有志，虽然你的报复行动得到全面胜利，因我有真侪所在，甲我做人啊原则无共款，甚至有冲突。好，要讲原则，我会用先甲你讲我的原则。我的原则就是，不是朋友，就是敌人。志强，你莫着急要走啦，搁坐落来开讲嘛。是嘞，我想我应该来走。志强，志强，我真欣赏你，我无希望你变成我的敌人。我嘛无希望阿伯变成我的敌人。要哪呢？坐落来讲啊。阿伯，你应该真了解我。即马他已经无什么好讲。较早迄个阿伯，我真介意。要无即摆的你，我已经完全无熟悉。志强，你也想少去。你唔知影，输赢的战争是袂晓讲一点点情面的，你袂当了解。林天生予我的武力是偌大，甚至我个认为，我对伊还阁伤过认足。阿伯，胜败得失是袂当为单方面来论定的。你所看到的是你家己的胜利，也毋过我所看到的是你失去的更较侪。志强，你讲了真对，人各有志，也毋过你要出去进前，你爱想清楚。袂使啦，等落病的时阵，都是志强来照顾，你叫袂走。好了。志强，我问，心爱人的，你毋是有讲要好好照顾心爱？他即摆人走去倒？讲啊！讲袂出哈？你讲袂出哈？志强，你是在创啥？本志强讲伊要好好照顾心爱，现在即摆人无去啊，感觉无应该教死伊上。你即摆怪志强？那安尼我问你，你又搁为心爱做过啥？志强，你先回去。金苗，即摆毋是即块任何人的时阵。你若真正关心心爱，紧甲伊的人找着，紧甲伊的病医治好。我会啦，我一定会找到心爱。
歹势啦，去甲你惊着。芬啊，我实在真欢喜，会当转来一间厝。怕是伤欢喜的关系，煞困袂去。我去乌龙去甲我买爱困药转来，希望食了以后会当较好困的。你要食？较早困的，晚安。我一个人哪有本事对付啥个啦？敢还去报警？袂用的，万一警方也对救了来，金庸用牵带入去。喂，我知。啊，这伊啊，莫啉酒醉哦。大生，大生，你紧精神，起来！这摆无好，我们紧出去。进来，进来，咱紧出来去。我咱行较紧来，紧离开这个所在。远山，万山，我叫你放伊走好无？万山，玉芬，小玉芬，翻陪我一摆，这是第二届。敢讲伫你的心目中，伊比我搁较重要？金万山，
放掉分出就是咯。刚听到啊，你客兄在替你求情啊！徐家芬，你不应该反背我2摆，你叫我要安怎要挟你？阿亮，林天生给我压下去！你放伊走好无？我会晓这句，笑清气。你明明是个糟蹋人。那是我安怎？哎呀！林刚啊，伊一定会用今仔对付我这个手段来对付你。你免为我牺牲，都我自生自灭就好啊。心存善良，就会当回头是岸。天生是你的亲生老爸呢。即摆在我心目中，我感觉林庭金万山是我的老爸。那就对战的始终。我无想要得到什么，我只是为着公理正义。志强，你安尼是伤可笑啦！一点都无可笑，至少我已经看清楚你的真面目。个人的土桥，一双孤单的脚步，茫茫心情他乡路。因早有拉苦酒，一脚行李是小无，伊个心情茫然度。この涙行到这，悲伤不是人生的路途。徛在林下沙漠，无人熟悉夜半的有的路，想着过去的糊涂，才着行这条路。着无奈的离开，才知出去的错误。又在人生一路，站站起诉，终点是家务，付如洒脱。